差唔多開始咯，好嘛 ？OK， 好啦，咁嗱，我哋嘅球證喺度啦，已經咁亦都係我哋嘅計時員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不如我哋俾啲掌聲鼓勵周柏豪先，好冇 ？Thank you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我一聲令下咧，柏豪就可以隨時開始啦。預備，1、2、3，開始。我哋可以全場啲 fans 可以俾啲掌聲喺度鼓勵住柏豪啊。OK， 一球啦。嚟到咧就第2架車。2球。好，嚟到中間嘅車，睇睇個時間先。柏豪睇睇你，剩翻係30秒嘅時間嘅。3球波嘞噃。好嘢啊！4球過咗自己目標啦，柏豪。5球，哇！中間特別準啲嘅。好啦，側邊位置。你哋啲掌聲好似唔係好夠喎，係咪啊 ？OK， 柏豪睇睇你剩翻10秒嘅啫，快啲去埋最尾個車啦！加油啊，柏豪！3、2、1，夠鐘啦 ！OK， 裁判幾多啊？我驚我數錯。7球，俾啲掌聲，周柏豪7球3分波，啤牙！